各位听众，欢迎人来到边的好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人个做来讲几个故事了。这礼拜台北嘉宾有阿涵，还有好屌阿龙。แล้วก็กะลำโพครับเองแต่ปีอังจะหลอนซะว่าไปใส่คุยไม่เราแกมองกูว่าน้ำใส่ยังกันแล้วจะครับเองยังกะกี้ก้องกะกี้ซ่องเนี่ยจ้ะในร้องเทียบไปเดียวยังครับเองจะหลอนปะเต้าไม่ปีนให้ฮอกเกนเนี่ยสีทำยังไงฮะทำกะกับพี่ลอยใส่เทียนแต่เราไม่ใส่ก้องแล้วก็ติดยาMP大嘅好。Oh yo, tidak ambil ke Sky มาเป็นตัวเล็บเท้าว้าเนี่ยแล้วก็นอจะบอกกุยจะบอกเปิดหัวเนยจะบอกเปิด大嘅好。แล้วก็จะบอกเปิดเป็นอิวจะ欢喜大嘅好。欢喜你来过啊嗬只股啊嘛。哈，你不如来过啦！你讲个欢喜，我想我会记欢喜这名。你基本来佢唔知，啊，欢喜我知啊，冇上文佢哋知啊，歡喜是上文佢哋知。我如果記啲好，你記啲，我是後邊啊。好屌記啲好啊。我你歡喜你個要後家幾條好。冇，你即使我滑車，我運最啲路隊。啊，攞佢哋冇。睇到講，แล้วหอหัวเชียไอ้เสียก็ใจยำกุ้ยalmost midnight 啊嘛。你到咯，你到啲對來，咪是我係厝啊未？กูช่วยตัวบัตเตอร์ฟริงกี้ล่ะอ๋อบัตเตอร์ฟริงอ๋อเดี๋ยว你是早才表跟你講嘅當時應當是我被叫啊直接做到嚟講聊下 OK 你早才表跟你啊不你到底追跌落去你是到底鋪去對嚟啦你按佢追跌落啊咩咯嘛一頓下that's why 伊個迄個 I think connection 冇咩好事我當然 call 得OK，我會問阿龍。咩啊？阿龍，我要再講下韓國啊，誒嗰是鬼嘅culture上面。誒，有冇咩上成鬼嘅咋？哦，是啊。有冇咩上成鬼嘅？哦。冇咩上成鬼嘅，我冇聽到我嘅同事啊、朋友啊講起鬼嘅物件，有冇咩上成鬼？樣 program 冇鬼嘅喎。係咪嘅啲點邊？有啦，有鬼嘅戲，特別有冇成個人。安尼暑假講幾個字咯，啲 office 會回顧啊，一隻興嘅。誒，佢咱人有嗰種，嗰上面出國玩啊，然後清明啊，咱有隻字，咱嘅皇上裏邊有隻字，你看你嘅軍數啊，咱韓國人冇咯，咱上拜年啊，先正是去拜望嘅都收望嘅咋。一樣冇笨蛋啊！一樣冇笨蛋嘅，你樣先正是去拜望啊，係樣先正是去收望嘅。我本隨講，成個 video 裏邊咧，我拍佢咧隨嗰啲物件，真冇錢嘅。你別成個等人你拍等人字啊，話貴。日本啊，真係喎，日本啊，真係喎。你真係幾哩咩啫？佢咧冇安嘅，而家係冇安嘅字。Hello，聽到冇？咁規條性嘅嗰種。係咪嘅新加坡？有貴，講到貴。你等陣，I think你到底貴最跌落嚟人對嚟啊？歡喜，沒有啊，哈，了最跌落過啊，咋？你到鋪底嚟對嚟下？冇，我去 Queen's Bay 就未見過 friend。哦，了。我話了 Queen，愛對食話啊。你換車啊？了去，嚇換車，了我 boyfriend 就邊啊？啊。了行出咗 ，because 伊唔捌行過佢條路，所以咪出來行，了。頭前有一輛車一起，一輛行真遠，反正我要行去 already 了。不是你朋友的車，朋友的車是別人的車。
我車我換了，就我 boyfriend。然後頭前是白人車啦，唔捌嘅啦。someone else 啊，唔知係咪人嘅啦，嘅咯換車。然後伊換走啊嘛。然後我就車講話咗，所以我聽袂到，我 radio 幾大聲，所以我冚埋 radio 起來。然後就邊下我都咪跪啊，人家都行去啊，我just 換正慢嘅，just 慢慢換，around，because 我本唔係行過條路。然後行一半時，我聽到番那寶唱歌喎，唔知是番那寶咪唱番那歌啊。伊 background 是伊無 background music 咗，即係一個人唱歌咁樣。依個啦。成個清唱啊，夾白啦呢，你聽到一聲就知道你外口車外口嘅啊，是。冇意思，唔是車門口，一聲聲。到啲 radio 白白坐到車，你看你。呀，my god！你車入邊咧，呀！然後我咪是第一嚟上，咪是maybe 我 radio 冚無了，我看我 radio，我唔是冚成上，我是攰你冚起來咗，攰你 radio 無過，一 miss 冚起來攰了。แล้ว我唔知啊，แล้วมา看下你 review mirror 看會有人嘛？你 boyfriend still 到車去啦，你 boyfriend still 到車去啦。一直車位，แล้ว我咪講半行嘛，我真係我成日一聽無啊，我嘛是別等冇聽到。แล้ว我咪看，一個講 someone singing， 我講 shut up don't talk about it。你是聽到咩？西拉馬吉啊？冇，我唔知係咪歌嚟，即係那歌我冇聽過。你特別你聽係掉一字是換那字啦。你聽係掉一換那，一是字，一字是換那字。一隻名換那歌，一是唱換那字，換那話嘅歌，唔知係咩歌吧？แล้ว一部 background music 嘅，我咪講啊，我咪驚。แล้วหัว about maybe 2 minutes and 1 hour or less 啊，一部唱起咗，然後一部唱起 suddenly，แล้ว我 usually like 其實講你未靠人有唱歌啊，你換車，伊就來就細聲嘛，其實聲嘅 volume suddenly 冇人唱歌起咗。แล้ว我 worry 嘛，對佢咪講半行嗰時候啲阿妹啊，嘛就叫妹，伊講做咩事就佢咪講，我講你嗰時我 first instinct 是佢嘛，แล้ว伊無相信呢，伊個話講，伊講冇啦，有可能山會有人放嚟，講放嚟都無 background music 嘅咩，แล้ว伊講有可能山對面有人唱歌，講無人住喺啲山嘅啦，你是water dam 嚟你下水嘅。แล้ว唔知咧 ，next day 我唔知是 coincidence 是嚇掉一破病。青驚就食什麼藥丸？冇必啫。係啦。唔知青辣藥丸就青辣藥丸，當細撞仔青辣藥丸咯。唔知啦，咪嚟。小老瓜啦，maybe 你掛就是老瓜嚟。唔知係咪歌啦，到呢個唔係聽過嘅歌，唔知 I 你 mean, 諗。if it's not modern if one aqua, it's probably olden days. modern 我唔知，冇聽過那歌嘅。就特別你聽到一丟是換那歌啦，咁成 maybe 是比ramli engkau laksana bulan tinggi di atas khayal。咦，買嗰隻就怪滑短要就。龜上落，快啲跳都跳。叫咩故事啊？唔係你困啦。我本下日我聽錯咯，唔是嚟。超皮哦，爽哦！你叫咩聽話？你錄音咩？佢等你。唔係你困啊，冇好啊！你只能叫話就我哋叫咩事？你不要叫歡喜啊！你不要叫這個絕對等下找把寶。找我報多百位嘅，報多一邊嘅。我問你是怎介紹你聽啊？按照你把找把寶誒。我係只聽了，我係只嗰隻啦。你知名咩 ？I think 我from幾度聽啊？我知名，我唔知伊個名係咩啊？但係英國阿妹姐有影會記掉咯，後邊會記住好咯。
我真歡喜，伊字嘅名字係我歡喜本嘅。激心，唔是，無啊，無，我唔知叫係咪我哋妹，依家就嚟一擺呢，我未記方未本。伊來佢一刀呢，對。哇！你個叫呀？你我老我冇咩叫，我腦都冇生了，生咧。名字會記喎。呀，係咪物件嚟？係咪？我朋友有時伊會甲我講話，啊，即樣。有啊，我會記到，我會記講就是你朋友啲做嘅，就是啲做過咩嘢行過咁樣，迄條路嘅招牌是蝦米色嘅，我會記住個名嘅咧。哦，咁係即係 photographic memory 啦，你。真係這，特別要緊而家未記咯。咩？昨天要做嘅物件我未記，但係應該做嘅物件我未記。即係流浪時間嚟咯。少 selective memory แล้วโอเค我當我會問แล้ว韓國有成啊，迄個成啊，你剛看咧 Ju-on 啊，係咪嗰個日本啊係幾號？有啊，有呢。韓國有幾啊出真出名本呢？哈，特別伊個幾個culture較無成個人安尼想啊。對。因唔是冇，因冇 fascinated by 鬼啦，鬼是成個電視機，成做戲然後 entertainment 啊。哦，我之處已經有意思嘅，整羅以前嘅真係好看。伊是講有一個查某，伊是規只看到鬼咯，伊真無會規只看到鬼嘅，係咯。南西咯。伊就都看到鬼咧嗬，就是因為伊迄個鬼有一項物件未解決了啊，吹到下手嘅咯。哦，呢種以前好看。所以伊直規只拄到鬼嘢，伊個驚咗。所以我話同伊先做到做物件啊，伊幾間講做物件，一到手樣了都無所謂。呢種其實泰國嘅 TVB 真係好看。哦，特別無成個人咧 fascinated，無成個香港人啊，佮有迄個怪談啊，迄個物件無啊。我記得有當時，我唔知就是我來講咧，我想到隻物件就，我想到講啊 ，actually 因為因嘅國家是真安全嘅㗎。你別唔是講無人強姦、無人花槍，唔是咁意思啦。但係真少，佢基本上都是冇聽到嘅，你明唔明？所以你看到幫埋沙間一個查某啊，穿地底嘅罐啊，佢行落邊啊，啉酒啦，對厝啊，一個人坐咩坐 train， 坐 bus， 一個人行路對暗嘅路攏行對厝啊，真平常嘅。我為我當時我講。平常是不是安尼款誒？你袂記啊？講可能拍獎，可能也強姦嘅，因為真少安尼事，就是因為安尼款啊，因對因嘅環境啊，暗傻因本無驚啦，我 feel 到有可能是安尼款啊，有時無驚鬼咯，所以無驚鬼啦，就無需要相信啊嘛，你即係無相信就無咯。咱係因為咱人驚咗，咱人驚了，驚東驚西啊，咱驚東驚西，咱相信。你就相信，一直主者告訴講。我是相信是因為我被邊個學緊大鬼子吞落。我哋去超看，有那我為咗韓國表。係啦，我就是要再講。妹啊，我講可能。我被屏蔽伊人成個我被講樣對鬼嘅即個看法是安怎啦？我被再講，如果我在禪人嘅看法是安怎當然，我在禪人actually樣只普通嘅崇拜啊。成個係咯，鬼咪是成個講人下晡就只下晡對啦，你咪嘅真正講問題啊！แล้ว成個看到你見到鬼少少，你看成個看到貓啊，看咯，也無講只大條數啊。แล้ว人嘅話，第四個人嘅鬼嘅 concept， 人嘅鬼嘅 concept 啊，是 attack， 人嘅鬼嘅了，咱無差不多看到面，嗰陣是會 attack 你啦。馬來西亞呀，嗰陣是安裝你嘅啦，啊，你嚟看呢？個人個香港係差唔多像，有一隻刺魚，咁一隻刺魚嘅。香港嘅鬼個人嘅鬼無像咩？都是像香港嘅人像，香港有可能是咱是香港影響嘅。假使我冇錯啦，即係阿龍都會 verify 啦。tapi韓國人 believe 都是sangatlah tenglang ane lu show burn clothing for the deceased. Oh, yes.
orang Hancock will believe in it. Tapi what there's no way I can confirm this. So probably Along have to. Tapi我在講韓國嘅人是按照韓國人對樣嘅做工真正 focus 在這，伊是唔是了？伊個爸母伊個講嘛，樣真 respect，樣不太真正啥物樣頭前要做，物件都是要去成日講拜啦，人真講拜。樣嘅尊敬樣嘅你貴死貴做工。因為出身就拜嘛呀。韓國伊人真係 strong in Confucianism 嘅。我 actually 冇好嘅咯，正是 Confucianism actually 唔是講 always 好潮位，唔是嘢咯。哦，係咪數？特別我朋友真正是個人真正是嚇。個人真正是啊，因為有時先做拜呢，我來拜嘢做工嘛。哦，迄個無像，迄個是我哋之前嘅出來。真正是。我講你都講咩？係咪叫無好？你講。Confusion 唔是完全唔是講英文是好嘅物件嚟，呢部無好嘅一部分就是講，都未開無大無細。特別有當時咧，咱人現代人啊，無大無細，無代表講。大人講嘅話就係對嘅嘛，特別對我嚟講，大人講嘅話就係對嘅啫。成個你頭家滿對嘅。頭家咁講話就係對嘅啫，所以韓國人啊，嗬，用做工啊，有啲公司裏面做工款咯，時間佢就走到邊嘅啫。咁公司啦裏面，那是富樂貴。你就講公司裏面，actually對我嚟講，當今時淡薄好事情，我嚟呢個環境啊，我是一個人員啦，所以一冇叫名啦，一負責帶到咗，一定要叫路嘅帶到出嚟咗。就講senior manager John， 還是director John， 伊叫路就說，但係唔是叫我，你帶到本就叫我名啦，甚至帶到。真好屌阿龍啦！你公司裏邊本隻 level 就頭先 level，你話你隻嚟冇帶到嘅，第二個 level 你做緊自己過後啦，一升到啦，要就帶到啦 ，Harry， 好啦，佢就起起咧誇張，好啦，差張、副張、少張，你起嘢，所以你起主管嘅話咧，你主管級咯，所以你就係當時你開會咁樣，你 meeting， 咁講 idea 出嚟啦，哇，10個人咁樣 share 個 idea， 係咯，但係會驚嘅就，會驚講，呢個第一關就講唔見到實標嘅就。哦。伊講咧嗬，你唔敢講，伊講係唔係冇好嘅就。哦，所以 stifle 嘅 idea 係。就伊無成個阿無款嚟講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is one 冇嘅咯。你因為咁講啊，佢咯，耶！誒，有時你邊想？特別 agree 啊，有特別。喊咩爛椒講開面嘅，特別以前啲阿妹連招住咁成個講唔係咯。佢哋有啲唔敢講嘅，一陣講咩？因為邊度講嚇，佢哋第七節嘅時候講應該係對嘅。會即係 listen 係啦，陣咁頭。對。然後夾掉咯，咁樣。講個對啲鬼故事。我 if 我嘅 at low key 啦，就是去鋪落了。嚇，對，我你咪聽大粒頭故事，你都咪去 podcast 聽 newwatchinformation.com。睇佢得嘅 at low key 話咧，就是 too much information 嘅。.com 啊 ，podcast。即係啲啲嚟講咧。why 啊，why 啊，佢講掉咯，我覺得我是講，我講掉車故嘢，佢講咩嘛，我 the following trip 去 holiday 啊，即係好無聊。喲，爽啊！你都直頭上到玩哦。冇義理啦，冇咩物件啦。Actually， 我去 travel， 然後 actually 我係去 business trip， 然後話好啦。有房間大啦，會使大 free 啊，嘛講 OK 啦，就啲房間咯。我去邊度3日咯。然後一暝困了嗬，我就前邊嘅人嚟。然後我就同佢聽到耳有聲，滴滴，然後我就奇怪。係咪滴呢？細陣滴哦，很多時候我也。就係啲啊。我就奇怪啊，應該我講是唔是一百房誒人出入？特別敲門唔是安尼反正聲嘅嘛。然後我都我係二層樓上嘛。然後所以我是困晚在間，所以一在間哦，他那一定真好屌，成形式貴啲冇咧。然後又
過你翻啊落嚟冚咗嘅嘛。然後我就我面神聽我鼻，所以我嘛困了開目睭，然後我就看到做咩事在經嘅灰啲開啊，啲冚，然後我就心想講在經嘅灰派咩？然後 the problem 是哦，因為在經 actually 有兩個灰。一個火咧是 normal 嘅 ceiling 嘅火，第二個火咧伊會在經有個聽嘛，伊驚邊啊位啊，伊個火到後尾一邊嘅位嘅，你開一個咁嘅嘛，我就看到伊會在經我，我哋如果講啱啱困嘅時候，我敢若開在經火，然後我係 bedroom 嘅火冚個了嘅，啲時呢度暗淡薄，然後我講入邊嘅火是唔是派？特別個啲嘅時，一個火冚住咯，佢房間暗咗。我講死啊，是唔是火派？因為火派暗破痛嘛。特別冇就一直上來 click， 佢哋就一定佢在 click 在。哇！我時候伊個火就係貴呢嗬，我佢哋冇幾長嘅。你笑得冇？嗰時候就講點解是我數掉一個，我講係乜衰啊！然後我個冇說啦，然後我就係你下次你冇成日就講，哎呦，我俾別人學嘅人講啊喎，冇啦，我就嗰啲冇長嘅嘛，我係先日長嘅，我就先想講，然後我是嘟掉，然後我冇上線啊，我個仔單咗就，但係個仔啲。我才冚開要滯，伊就估 in between 你去冚就估，伊 in between 啊，伊成跌冚啊，等於就估個開就對。few second 咯，一冚啲，即係一兩三四，一個隻啲，一個隻兩三四，冚啊咧。一個唔是講頭開暗開開，一個開入邊嘅你開 mirror 位。一個 mirror， 然後你倒在你灰。要攞怕，所以攞怕冇上一條橋呢，有當時暗，有時冚個了去，有時關個了去人啦。其實伊頭一把冚嘅是伊冚入面嘅件嘅灰，然後伊當呢個暗淡薄。我想講，是唔是有物件派伊灰入邊？我第二個冚是佢暗嘅時候。我唔想講冇可能能在經用會分白白派嘅嘛。你是我冇長嘅時就是一個嚟在呢個點。了，咱怎啊？你有叫你朋友啊？還是你自己一人呢？還是你參你朋友大嗎？對呀，哎呀，死會滴滴冚呀，同樣。Oh no！對呀，我滴滴安飛。Oh no！滴滴安飛，對呀。如果是講好多人嚟講啊，你若是看到開，你看滴滴在經開冚啊，我是買接啊，攞嚟去 investigate 啊，攞嚟去看，嗱走去在經看咩物件。我等天關。是哦，我嘛是等天關。I think 啊，我今日困。I think 我特啲就要去看嘅，因為我驚啦，我就想，嗱是講你冇啊，你安怎打緊咁嘛就打去。我我絕對會咯，我同你講，我係困去嘅，我同你講。你經驗是啊？我經驗啊，我係照困嘅咯，我硬飛咁去困。你未想講我心直直企啦，未困咩？你我驚就是我驚講我目睭呢，我驚講我目睭就係冚一下，做一困先開起來時就喺面頭整。所以唔係開目睭，所以我搞到這樣嘅就是我不是人哋款呢，所以我唔就就是我關係咧就我大早起不是人呢，我請咧我目睭是冇開嘅，我目睭是 second option 係 manually 開嘅。我請咧我慢慢教，我就係咁請了，我就開目睭。我走我 try 看咗，特別冇我頭先我就請起我頭先都是俾開目睭開嘅，我對邊佢叫我電話嚟講。我就對我自己電話，哎呦對起我，啲啲阿邊真咗。哎呀，誒，先冇嘢。
阿漢呢？阿漢有新個數聽到。無哦，特別啦，我有聽到查某講啊，幾日前我聽到查某講，因為我的宿舍遐是facing外口的嘛，facing我的宿舍的大門的嘛，我就聽到上個，唔知是我人的 common room 啊，是伊人 canteen 後尾的宿舍，唔知做咩事有人講啦，然後我就問我隔壁的學生咯，我隔壁的 neighbor 啊，伊就講，無聽到啊，怎麼驚死我？唔知啦，伊講伊啲看戲啦。哦，可能無聽到。咱宿舍 dorm room 啊。dorm。OK。了，你聽到伊講的聲成怎樣？就你看咯。哦，你無走去看人？我就是去窗仔頭看，掩一下無人哦。我一到乜時看，我一到乜時特啲，我做工嘅嘛，我做工會頭前乜時忙嘅咯。แล้ว我乜時做工就暗，做工唔知10點幾11點啊，有時我聽到人講乜，就冇講，แล้ว我走去窗仔去看，樣個無看到不行，特別我聽一隻名是特啲我係 building 嘅外口嘅啦，但是特啲 building 南邊咧，我可能我對冇去窗仔走啦。特別特啲外口咧，我個真無應，我講哎呦 ，I have no time for ghosts, please 。我就去做工對，特別我聽到講。可能是伊人 pre-drink 嘅時，伊人唔知醉咗嘅。那有可能喎咯，你啱啱係咪我對面係咪伊旁邊有人大人厝嘅嘛？頭前有人白車啊，我 office 頭前有人白車，所以我無去想到嗰時鬼啦，快想到嗰時鬼，特別我無應。แล้วไอ้นี่ก็บทที่วันนี้อะไรยังชุดนี้ก็บทที่โอเคแล้วไป講白行嘅時啊，咱講對對technology gaming。哈冇乜嘅。誒，就是嗰種咩啊？就是真係啊！哦，哈哈，哈，你就會講嘞。只有幾個是講哦。十八部幾個是講哦？是唔是十八部啊？我真係冇 internet 啊！這邊是冇 internet。我同我看 live ，OK 嗎？我 hello。我聽到。我聽到哈。啷是用到到 internet。新嘅幾個？冇新嘅幾個是。我估會幾個是？特別我聽到，特別啷是唔是個看 live？還是跟他 dial in 呢？你 internet 就辦起啊，未必只係人用數啊，同樣。我未，呢陣時我 switch 去 YouTube 看嚟，係冇看片。我當然看片啊。แล้ว特麼十八部講了最地來，唔是歡喜講了最地來了十八部誒，十八部冇線嘅啊。哎呀，別咯，差唔多 internet，我特別佢就特別啲很屌錢人去啊。很少誒。每個人講話。OK。啲係未追嚟啦。啲係未追嚟。我講你啊，就係。係咪？我唔知我講聽過哦。我係學嘅，我係學是白海。白海啊！中毒嘅中毒。哦，查某啊，這私立啊。哎呦，internet 未好試啊！你 internet 未好試喎。internet 未好試咯。得啫。如果你當然到啲電話拍就 computer 拍。電話呀！你到底 message 叫你電話 number 我拍咗係咪？係，OK。大粒頭我唔知你，我係做 phone call at the same time，那是俾你 boss 啊，屌講了啊。我那時講我俾
phone 啊，我唔知話 at 伊嘅 phone call 就去人嘅 chat 人嘅即 connection 咯。OK， You can try。其實是別嚟講但是別嚟講咧，就這 call 啊 ，OK。I believe you can. I believe you can. I believe you can call. I believe you can call. 俾我特別訂，安怎我特別哦 ，OK OK，yeah phone number OK。你嘅 Skype 會是何類嘅 Skype 喎？嚇。哦。哎呀，baby，要 on hold 呀。baby。Hello， 嚇 ，OK， 講緊咁樣講。好啲啊，睇到。嚇。嚇。了。我講古早，我唔知講過喎，邊個講過啊啦？係咪見講過個？北海嘅係咪做嘅學生？哦，北海撞到誒。撞到嘅嚇，有一個先生，佢看到嘅，以前佢教學生講，係你幾個？哎呦，講話。特特啲嚟嗬，你冇架車，我諗住試嘅，佢講幾個？哦。我哋先生是教講幾個數，就反而以前嚟冇架車是講幾個數。你冇架車，咁樣。你是要教咩subject？你教你冇咯。哦。你講咩嘢？講咗係幾個數？你講學生啊，我唔知以前考我能夠上面啦。古早咧白車上邊啊，唔是就推嚟，唔是載得嚟一寫字啊，你冇得看，你表弟啊轉插架，我講，因為嗰佢哋學生啊，查某嘅 ice cream 嘛，咁啊佢照行哦，四頭毛，然後自己小吞起來幫嘅頭。係啊，就是實在閒嘅啦。伊就是講啊咧，甚至去過半時，就講啊，食幾啲嘅物件，如果係大摩多來啊，แล้ว唔少人拜啊你物件咩落邊？แล้ว講拜罐頭啊，係物件，แล้ว係你講係你物件價佢貴出不是會啊，我講我嗰時。伊講，但是都冇相信，比較緊嘅，都聽你你叫咩？十字路嚇，十字路嚇，平衡都佢都嚇แล้ว壓到嚟，看到家邊啦，你看過去都，你都做看到點事？誒，你先生是 original 本來學嘅 podcast 嚟啊？你先生是 original 本來學嘅 podcast？I think 啊，嗰啲頭髮喺上出嚟啦，嗰啲我仔是。哦，哎呀，一個一塊雕，唔是講笑真係講笑。哦呀，誒，你幾嚟參邊你學緊啦？你個白衣又在度。我唔白衣啊，白咯，你講啦，你成日秒唔記啊。喲，先生，但是你聽到嚟講，咁樣嚟教人講。真係，伊是掠鬼嘅先生嚟，搞到幾掠。哦，趣味咯。你講正事，我未記啊，十幾。แล้วว่าไม่รู้ว่าไม่อะไรจับปูกับจับปูลูกกับ歡喜是做在讀冊校定到佢哋ไป讀 college 哦ไป讀 college 你冇讀中讀啦定到是冇我是邊樣嘅我是 island 嘅哦 island plaza island 係咯你爸冇讀冊你爸แล้ว我不明，你平常時你成日定住你聽到你可能播唱歌嘅時候，你 before that 你捌看過係咩物件？聽過係咩物件？冇啦，我冇買看 in the future，我不買，我相信吧，我冇experience。我不買看。你講在當年邊領到了出名有 haunted 嘅故事啊？haunted 嘅故事。到了有成個講，就出名有 haunted 嘅位啊所在。唔使咯。而家咧，我爸講過一間厝，我去過，你叫係咪啊？一隻凳，一入邊有隻碟，就是店咧，看隻凳嘅。哦。
我做去那邊無物件，3%個你數百分嘅，你難做啊！我知，伊是到底迄個我 Tesco 啊，我咧Egate 啊邊曉。未記只股我去過一擺呢，我把錯去我不要去啊邊。伊是毋是伊厝 surrounding 有成個有厝咧，特別伊厝中央伊個一個啥swimming pool 呢？就是啲咧，可能我捌聽過本。了，你人到底你當到底阿咪你講咩 street 了？鋪底呀？Julia Street，Hutton Lane 是到攞時候未去？係哪個啊邊啊？你我爸啊，全世界。哦，super 嘅。我想到是講什麼嗰啲？哈，講。唔使講，我看你怪談啊。有。當依個有啊，當依個做過啊。唔使我即係發股啊。有一個人去大陸嘅時，有一個查甫，係個導遊啊，你可能又講上話，又講。Cantonese 叫什麼 ？Ben， 阿 Ben 裏面阿 Ben 呢？佢記咯，你記啲嘅後點啊想？啲 episode 是做係咪 triangle golden triangle 就是講係三個國家哦，對，國佬佢哋嚇，然後伊樣佢一個計料啊，係計料啦，查某做計料。特別啊，樣是咖喱啊，死人做，fresh 死人。嗰啲哦，然後伊 camera 自己翕到晒哦，necrophilia。Yeah，so 伊 camera 自己翕到嚟看到你馬路架死嘢你人誒。Yeah，等陣我冇明白，伊嘅計料是 cater for necrophilia，是做咧。我係人去吹死啦！我係查甫甲死嘅查某啦。呀！嗰啲聽到呢係 episode。呀！所以是死嘅了。阿 Ben 看，因為有一陣我 play 好啲話去看，伊樣去拜，唔是拜啦，去看你藍鳥線。藍鳥線啊！兩個鬼。冇啊！等陣你是叫做死嘅了嚇，到底你 golden triangle 死嘅了。嘅幾款嘅咩啊？哦。了，阿咪你講咩藍鳥線係咩嚟？到底上地嗰嗱？冇學過啊。冇啊，係咩嚟？泰國嘅係真嘅。冇唔係。伊是學你查某啦，面你自己啦。入邊了都係學你 customer。心甲亂嘅啊！未擼未困未食安尼款啊！了你就了你就愛互伊做一個迄個哦，做一個人比安尼款咯。伊就類啦了迄個 promo 吼是迄個阿婆嚟嘅。哦。了迄個阿婆成個是。無情衫咗，了，你查某無情衫，你老人就無情衫對啦，了 camera crew 就了就去個了，了伊行一支迄個物件啦，乜物件？吊到哦，唔是，你是講你是啊咧？茶，伊個咧茶，了伊念嘅物件，數字嘅咧，點講你？阿妹等陣，講啊！你件茶係掉到，你係咪係硬功夫啊？有食濟細細，佫食濟無食，以為擺這個物件誒。哦，你下面伊個吐一個查某寶寶位啊？伊件咧，茶嘅物件，伊念伊個酒啊吼，伊茶這個咧查某上面，然後伊個笑哈哈哈。Oh my god！我特別去吹 episode 啦。呢個冇聲出嚟，我啲物件覺得冇聲出嚟，包括是人都冇聲出嚟，只個語。唔知吹啊！我都未曉吹，唔知唔知吹。你係拍華語，都係拍怪談。我要 look at Google cable TV。cable TV，特別呢隻 episode 一個。都係去 YouTube，你睇看唔嚟，你好看嘅 episode。哦。cable TV 係咩啊？我唔知，伊同人一個了，來 randomly click 叫。哦。冇你睇到同人一類知啊，伊寫怪談，伊寫怪談。
啊，无新的伊是叫摇线怪谈安尼款。係咪新嘅叫做咩？新的是有線怪談，搖線怪談。有線意思就是 cable。伊沙巴那邊嘅本真濟嘛安尼款嘅咯。哦。行迄個 frog 啊，我看伊行迄個會跳嘅 frog 啊，行整安款整來死的，然後出變清水去，然後導致迄個翅膀嘅關那邊嗬，你記嘅對，嗰啲。哦，看到了。gini. Tapi ada看你了嗰啲。ada看你物件吼 ，actually 只刺激啊！你比較貴嚟講啊，即個物件考啦，啥較驚？這唔是貴咩？因為你無成日講看到貴嘛，你是成日一做嘅光頭那呢？光頭嘅物件真驚誒！即係貴嘛，差唔多嘅。差唔多上特別貴，你看到嘛？但我每都每到對啲眼別啦。但我你講你看到，伊可以開咧，安怎啊？無所以我先正忙啊嘛，所以我 already confirm 是你物件啊嘛，然後我就你冇叫你朋友車咩？冇 ，that's why 我就開始想講愛車，我就開始環節做聲，伊就冇嘢。然後我就開始起來咯，因為房間較早暗嘛，我唔知幾點嘛。然後我就開始起來啊，然後行去伊個 window 嘅位啊，然後開播，早起了咯，actually 5點幾6點了，有天光了，然後。我真係開播啦！我先想我行去財經，是咪行去財經？了，啱嘅。我是駕駛嘅，就我駕駛講我車嘅就。我當時我冇看到你去，問題是我第二暝我愛困喺你房間去啦。哦，但係你房間是你參你朋友困啊，唔是你自己講啊？嚇，參我朋友困甲唔知倒位去啦，伊無落沙掉啊。然後 after that，其實我大兩隻咧房間嘅 ，the rest 我嘅 friend continue，伊有 business trip。你冇甲你朋友講啊？我唔甲佢講啊。我見下都係。你冇講啊？你咪話房間咩？啊冇話房間係咪係咯？因為佢真係冇寫起啊啲點別。記啲，你讓啊，查某無加歡喜，你讓是講你，查某你聽到人講啲點別，告訴你讓聽到。嚇？啲點別你講嘅告訴讓聽到。幾正啊？但我講伊可以，伊在伊個 hotel 伊可以開冚嘅啊。冇啊。OK，若是講你讓去到一間 hotel 啦，一暗暝你困咧，咪車起來時候，你聽到滴。滴安尼啊！你你把酒開起來是看到可以開冚呢？咦，拍電話去啊你啦 ，reception。唔是驚你拍電話時，甲你講，咪家教啊！啦，驚你拍電話去 reception 係咪？你準備數買嚟仔嘅？hotel 嘛。你冇啦，你到底電話是你嚟開會還是冚會？我是講開會冚會。特別我講若是啷看到會開冚，啷你車起來走去在經看咧，還是硬目睭冚？冇啦，驚門啦，驚曬啊嘛，就驚。咁樣咪是驚。你阿婆都目睭開起，瞪了伊咧，冇可能。咩都最後看是咪死啊？我那影互你看到，我就是想講，我想到我有一個故事啊，特別係寫嘅啦，唔是我係啦，別人我係別嘅人啊。所以邊咧就係你阿媽後面啊，有係你跳檔嘅人嘅嘛。對，然後伊樣咯，我呢時看到咯，你看到咯嗬。然後我去過一個所在，樣是阿妹甲殺，normally 不是阿妹甲殺，主要12點嚟講甲殺嘅嘛，伊係跳檔。然後刷掉到半暝啊，2、3點啊嘛，所以伊係你 follow 嗰甲你人機隊嘅時候啊，咁了全部上車對厝嘛，然後伊看到一個查某嘅車後尾有一個穿紅衫嘅人，你吊檔嘅人看到啦，會走去。
伊無講半行咯，maybe 是 friend 啊，伊本未記啊，頭晚伊家自來嘛。然後反正就是問誒，他直接喺你紅山你朋友啊，伊講無啊，我一人來。個了，你看你學車是我捌的。哦，你學車人唔知本來伊無看到紅山啦，敢若你。你嘛問佢哋跳檔，啊是啊，我載到伊啊，做好啊，我都無愛載，我無看到。你講無來龍幫爾，你龍幫我知啊，你未必龍幫。是咯，成個南西講嘅嚇咯，南西講伊就有安尼看到 case 吼。有伊人東幫你去到咯，然後你要帶去啊幫下頂住是南西講伊。我載人坐摩托嘅，常常拄到啫。車伊號摩托吼，但係你動起先有人坐啲後尾安尼款嘅。哎呀，你好像動起啦，好像動起啦。大家有載人安尼款啊，我睇到你。我南西頂住有講嘛，南西講頂住是，伊講伊到底伊到底擺 hospital 嘅時候，伊擺 before 伊擺幾先時，伊到底 hospital。喂，伊講去 BJ 買物件食。去 BJ 買物件，就是到底叫伊甲伊講，你到底 BJ 落車。你伊個唔知伊 niece 個到底車嘅本啊，成個是。依家我 imagine 就一層塊表就嘢嘢肥啊！你講純粹嘅你講啊，真有啊！我是講南西是幾個 Uber 嘛？有咪就南西。你咪講。你咪就南西是你問看你特別在誒，免看咩在誒？好聊啊呢！特別我記買甲我講。他咧雲吞無來講咧，係咯嚇，少。同時我聽伊驚個半死啦。是這個畫面真未好？唔是巴黎鬼個，講係咪 KFC 嗰邊頭人誒人去頭嘅朋友嘅禮拜。只一個學得啦，就係白色嘅菜，但我嘅驚。嗱，伊講嘅學到我第一件係，就是講伊到底伊嘅藤牙外口會看到伊邊嘅，伊隻個另外你冇聽過咧咩？伊唔是講別邊嘅咩？你個另外揀一個係第一。係咯，對，就是伊就是講伊頭頭看到是到底藤牙外口嘛，背個另外就冇，伊講伊頭頭看，冇伊坐到底伊嘅朋友嘅辛苦嘅嚇。伊坐到啲啲人就掉伊掉掉啲人，你看到嗰時，伊講伊心入面就想啦，講你問嚟插落我朋友直頭咚嚟直夾伊又冇管啊！伊唔是地雲吞咩？雲吞唔是錯意啊，即地幾名是唔是錯意咩？伊是到啲雲吞，伊是坐掉伊朋友嘅辛苦，伊看到就我記啊，你坐掉伊朋友嘅辛苦咧，是伊嘅心就想講你問嚟插落。你係是伊行險嘅，即係嚟到伊邊頭就一直夾掉伊雲吞嘅。你講點寫㗎啦嗰啲？嗰一個咧，嗰一個是唔是上雲吞講本咧？伊到底伊嘅咧啥到上地位嘅嗬？講到底伊嘅學校嘅位啊，伊看落去底有一白白嘅，一阿伯啲折衫。咩噶？呢隻阿伯啲折衫白白咧，攰攰阿伯到啲折咗衫。阿伯，這啲阿爹。到啲頭卡邊折衫。我唔知我做咗貼㗎啦，你邊啲學嘅你攰個數隻件，本身你係我做咗這個數嘅。edit 嘅啦，我個會記下你啊，係咪讀呀？歸你讀啊？佢你都有都佢記得 Google。你講真好聽，我會記名啊，兩位。以前人 solo 講嘅兩位 story 1 hour 就等我好聽。呀，因為部隊嚟講咧，即係計。OK，我對。大都有歸你讀係咪？我會記，老趙。你按點就去到落去。當今我個嘅別人接來啊，hello， 你是一裝。故意告訴這是大頭頭，這來好大頭。OK， 我本來我 instead of add 你 call 到你嘅 call， 我會使 add 你接起我嘅 phone call， 但係 phone 量嘅 phone call 嚟咋。所以當今我個另外一個梅話看故意我冇睇。我來啦。裝。你在入邊啊？你在入邊啦？我電腦 problem 我睇你用電腦啊。OK。
了嚇當然痛啊未？痛啊，唔是咩？我佢聽到喎。我聽到用我電話。了 OK， อันจ้าของยัง冇 problem 啊，唔使事你講你個數。唔知咯，咪考啊 ，shut down 我都 shut down 弄到了。哦，喲，特別這不是雲吞跌到無對嚟講下，就是雲吞對嚟。去過無聊過啊。係啦，特別咱放嘅是貴啊嘛。OK， 我講聽啊，雲吞無對嚟下，是跌到是因為是依家我微微話錄音嘛。錄音咪是講幾個數，定到微微話我有講幾個數嘛。你一錄音咧講幾個數嘅時候，伊阿妹時啊，一聽到一兩人啲講話，一聽到一個人講，你阿媽啷個咪困話華語啊講，了是伊人都無講，伊人就想講，微微話想講雲吞下邊嘅人嘅講，你阿媽個咪困，伊就想講微微話下邊講，你阿媽個咪困，想講伊下邊個人講啦，咁咪就係講其實無原來是。人家聽到這聲，你講話嘅事。我當然這新嘅插粿條一半，插粿條一半是裝嘅。插粿條一半，你是一句。Hello， 聽到啊？這句來，你是一句新椒。唔是新椒，只唔要。你是裝，你是裝。7號。7號，7號歡迎。thank you， 真係估冇咩。係啦，7號，7號，後啲我想我同你講後啲冇落手走去啊！7號嚟講你，我講嗰度，我講貴咯，講貴啦。OK， 最近有一個新嘅故事啦。OK， 特別這 actually 唔是我就係唔是貴嘅時候咩啊？OK， 下頂禮拜咧 ，because 我係請條好嘅朋友，伊嘅 father 嚟把紅險下帶貴先去，so 拜啦，是我走去 I mean 2 days after 係 incident 咧，我走去伊 week 下邊咯，去唔是正名，特別我講是下晡去啦，我下晡去。所以伊甲我講，伊 relate 甲我咯，伊蝦米事發生是講伊嘅 father 哦，接落來是無看病無行嘅。然後拄好咧 on the day itself the incident happened 是伊好像伊心情感覺真正無爽 I mean that he had 啦，伊喺度等咳 something like。差唔多真正 heartbur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啦，真係聽到啦。特別伊 father 咧是講叫佢 family 咪擔心樣所以伊感覺是講無事咯 ，something like 伊 ignore 啦，咪做呢隻大事啦。OK，so that was the 按照講啊，應該是 let's 是拜字啦，嗬。OK， 拜字咯，拜字名是伊多處困。OK， 困了時候，然後 the next day 是伊直接變，所以拍水去去 hospital 去 check 看，然後好伊是家伊媽都白白坐擺嘅 ，OK， 坐擺好咯，伊人搞個一個 junction 咯，一個 junction 了，伊好像咪停掉。然後嘟好咧，fortunately 啦，係講係暫時 traffic 真係特別，伊是停掉係junction red light 是停掉，然後紅險一個咧就佢哋兩個咧就，依家佢搭擺去咧，咪依家個別好事啊，別去 hospital 別佢搭擺去，硬啦，就是如果你上嗰次是成 heartburn 嘅。something like that 呢，所以特別紅險是 at the same time 下邊是就是到下你會請嗰邊貴線咯。我知道個 lab 先係睇，你伊媽乜嘢掉？伊媽到啲阿妹咩做隻伊？伊媽知啦阿妹。喲，了怎啊？然後嘟好，然後我這啲朋友就請假啦，伊知道這 call 時，然後咁樣去安排，安尼款嘅伊 week 咯。OK。So 特別我感覺伊人佢哋 family 會接受 because 係 timing 嘅事啊，點下搞 something like that 啦。OK，so on that night
I mean that on that night 應該是大媽是拜三嘛，所以我是講拜四時咯。OK，拜四時伊個迄個暗嘅會上，伊人是啥個 ？because 伊人是鬥位勢。伊講伊爸哦，伊爸每一道7個半 during this kind of hungry ghost 咧，伊人是伊爸就 active in the 暗嘅 activity 當個手伊嘅。了 which means 伊暗嘅人了伊會上本是捌伊啦，是識咯。特別伊到哈利威時哦，伊問我嘅朋友咗，伊講 on that night during 拜二哦，拜二時啦，暗嘅時啦。伊看到伊爸哦，過來伊暗下邊咗。特別你想看拜二時 at least 拜二伊困嘅時候，伊是 actually 無 collapse 過，拜三個 collapse 咗。然後拜四暗暝看到伊過來，特別伊感覺到，喺你開始講，伊感覺到，基本上係怪聲啊，伊無睬伊。伊做物件，當面大家手上啊，唔知捡物件你看啦，所以伊會時候去叫伊無應。所以你是講，即是伊會時候拜四是甲講起講，伊拜二是看到伊。你看咯，特別拜三是歸先。拜三歸先嘅。特別拜二是伊嘅厝啦，伊有到厝啊，還是？都是拜二是感覺無爽啦，無事啊，對你生是只聽啦，嚇，然後伊嘛多處休息咯，嗰隻裡面其實講喺拜二哦，拜二暗暝是 quite unusual for 我朋友 because usually 嚟講啦，伊包叫佢做物件嘅 ，I mean during that time，something like because 佢暫時伊嘅 father 哦，伊嘅 father 本有講伊愛食物件要。normally 咧，嗬，伊大厝嘅，伊就叫伊去買物件嚟食啫，伊冇落去嘅啫。所以特別 on that day itself，the only entire life 係咁嘅怪怪，還是伊會講以後特別冇叫伊去買物件食，直頭走去在房間裏邊困。So on that night itself，that's the night when 佢回想看到到暗下邊嚇。這裡我唔知是啥物啦。奇怪哦，伊成個伊魂差唔多要走啊，呢？係走 ，because 佢時我是隔來去坐伊看伊下邊 week 啦，我冇 expect 安款 story 嘛。แล้วอี頭 last week 呢，你一頭甲你我是不是去過事？所以伊甲你講，你是你朋友甲你講啦，還是你聽到伊咧回想甲你講嘅？伊會時候甚至我諗佢是拜六，伊會時候可能是無啲嘅，可能伊 family member 呢。所以我等佢過來咯，然後伊坐，然後伊 serve 我人啦，所以我去看，然後講個紅香伊蹲哦，伊變個 serious mode 去咯。然後甚至我本感覺到冇幾長，淡薄啊，唔知做咩事。係你講咯，刺激，แล้ว在伊有啥แล้ว浪出那是講到底嗰邊香港先你唔知做，你就做無相嘅咧，但是你是倒一些，你就無相勁啊，對唔對？係外口什麼啊？伊人是喺度喺你普通嘅喺你福建上面對你，你可能外口咯。幾哦？我可能真唔是鬼啦，我唔知啦。特別伊本講伊魂唔知走出去。On that night，阿少當時是喺咧，伊會回想甲伊會痛啊，成個樣，伊個頭腦伊 wavelength 會痛啊，往時會看到。後尾我一朋友吧，伊是成個 meditation 嘅 guru 咧。伊會接甲伊成個。connect 甲外國別個位無 physically 無我嘅人係因為成個因為頭腦係 Skype 嘅咋，因為 meditation 啊，到底 meditation 係因為 communicate 嘅啊。OK， 真似未我講聽，因為頂陣我把講佢一刀啦，來叫我講我嘅朋友嘅八卦先嘅事，過咗快10年啊，嚇唔知12年啊，12年伊嘅。紅險伊會 contact 到我嘅朋友，伊講：我是你爸嘅朋友，
伊講我都不好要去 KL，我會使來 visit 有人嚟講，我個禮拜就係年嘅朋友啦。แล้ว伊去到吉隆坡時，伊人講伊唔捌 physically 拄過伊巴咋。伊講特別我人是特別 meditation 嘅 circle 是真識有人 always communicate，所以伊會知伊人嘅厝內人啊，伊告訴後面伊知個了的，特別伊唔捌拄過伊嘅，伊厝人唔知伊嘅。伊就啦，就唔知德國嘅人係啥物阿冇。แล้ว我朋友是吉林人啦，เป็นเลเซีย吉林人。但係我前年 communicate 講個禮拜朋友就前年就講有幾個驚，伊驚到底到路後面伊知個了啦，特別伊唔捌拄過伊嘅。有可能你朋友嘅爸甲伊會回想啊，因為 connect 到伊會看到伊。特別不是有可能伊是感覺就是地尾刀一刀。哦，要去做下。然後唔知。要去伊到對去阿妹嗬。然後拜山北湖啊，拜山。哦。咋？你係記講係咧青枝咪是咪講過咯？青枝小刀車啊！哦，係你哦。你叫。伊講我未記detail，特別因為是你看伊是小刀車邊嘅人嘛。伊浪車咧，伊就死去啊嘛！特別伊一定咧伊係 crew 個了，伊個看到伊個，佢就直走去食個 B 係咪咩咧？是可能對伊是講，一隻保險嘅，咧是個嚟聽到講較早嘅時候，啲浪車死去嘅。定對啦。我嗱就說有個 possibility。嚇係咪？我覺得possibility is that speculative 啦。但是我冇錯啦。This is merely a discussion 啦 ，OK？ So don't intend to 唔要緊，咪聽時間佢哋 podcast 聽。Say anything wrong. But 這個 possibility is 佢哋人點聲也未夠個咯。哦。Then 過身嘅時，佢哋人唔知家己過身。哦。特別係是 before。That is a possibility. When the I forgot who you are. Chico, right? 對when 你講你嘅 story 嘅時候 I can imagine in Gotiong will have something to say. Okay. Which is 你了解人 heart attack 嘅時啊 symptoms 啊。sometimes 人有 heart attack 嘅時，there are symptoms tapi 你被 guarantee 你知哦，我有 heart attack because 人唔是樂觀嘛。tapi when 你有 experience certain symptoms that is similar to heart attack 啊，你就會 number one 你就會注意了，你就會注意 to check for other symptoms 了。because 其實你 one symptom that is close to heart attack and then when 你 start 有第二個 symptom。And then another symptom 你爆out時，你都會注意了，你袂使 ignore 伊啊。然後假是人 heart attack 嘅時 ，it depends 誒，有大個 heart attack 咧，就是 immediately KO 啦。然後有大個 heart attack 嘅是慢慢嘅。There are some cases 慢慢嘅，所以慢慢嘅 actually 你有點聲會救嘅。But lu點寫係叫嘅。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s，假是你有 certain medical symptoms，假是心上個掉開哦 ，quite severe 嘅，我 recommend is 盲打敗咯。Because 你 I mean 上個 this whole time 你嘅朋友嘅 father。collapse is on the traffic light, so Lui Peng Yu mother is safe. But imagine if Lui Peng Yu father is riding the bike, is moving in motion, then it collapse there and there. Then, I mean, so in this sense, Lu xiao kwa la, logically xiao kwa la. In this sense is, kasi the lesson to learn here is, kasi lu medical symptoms is lu 對較注意
Then and especially in medical symptoms start to compounding, that means 一嚟了有兩嚟，兩嚟有三嚟，then 你對注意了。then 忙去打敗啦 ，probably 叫人仔都去。特別我是啊，攞特別會記咯，因為常啊，因為你話嘅基本上嚇，when it happen on 你嘅件事嚇，你就係 excuse 啦。Yes. So 你特別會記，特別歡呼你，但係到入頭講你特別 be reminded 啦。你對我講的是 self awareness 啊，你對 aware 啊。是咯 ，because 你 when it happen 到你嘅件事啊，你冇啦，冇這個唔是啦，然後咧索起啦。Yes. So in Amokau 這邊 Western countries is 伊朗較 aware， so 伊朗在這個物件 they catch it on time。It's just 人等人 probably is educational educational。แล้ว part of that too， 人是人家辦當成個路。哎呀，無數成個買去看落觀，可能which is kind of silly 啦。你想起來 is kind of silly 啦。哎呀，無數了解。你幹嘛 ignore 一個去 face 然後呢 ？Yeah, it's best to去 check 咯。I mean, of course, unless 你無驚死 then of course， 你會 ignore 了緊啦。但係 medically speaking is best 去 check 咯。If 你有 compounding symptoms 啊。啲安排你個幾個數？這個朋友有講過啦，特別等下啲人別 OK 啊，啲人別路來哦，就請來咪，我冇到檳城啦。哦，對，你講你唔知咪都多 travel 時候。我去一波啦。哦，真的。不要緊，你到 Snapchat 哦嚇有。有啊。Snapchat 是你是 L 是你嚇 D。冇啦，你再去看炒粿條是吧？哦，OK， 對啦，下一個係咪 H 有 H 裏面炒粿條？我到底係你是我報告啊，去到底 Snapchat 是報告啦，到底邊個是要去到來 meet 嘅時候impromptu 嘅 meet 是個報告。炒粿條拍成包明啊！哦，拍成包，另外佢哋另外樓推是你本。OK， 你朋友講嚟。我朋友講 actually 是讀冊會點聲嘅。大陸嘢係是。So， 我係等啦。大陸 grammar。我係等啊，對面有一個泡麥啦。哦，協督。然後伊 actually 嗬，伊甲我講一個往嘅。東歐嘅故事啊，所以一年是真久了啦。伊咧是家己白白拼嘅，所以日咧伊就兩人是白白啦，拄好咧到底先生加車了吼，風險吼，伊我是咧當時無我嘅同學咧，伊就講。東歐伊就講，伊會邊一條嘅東歐見朋友，伊就感覺無咩對片，伊就家己講實是無咩好勢，然後伊頭直直吸了到頂嘅位在哦，然後咧伊就到頂嘅邊度講話，家己講話在哦，然後你家齊先生講，你是唔是無好勢？然後伊就叫我一個朋友咧，就出去。你隨你先生咯，無好時間要我咪唔記得食嘛。然後咪回落樓梯，應該講多2樓3樓位嘛。回落樓梯，然後有時伊度感覺我朋友無對票就係一直一人講話就係一路講話吼。然後伊度愛去到你辦公室啊，先生位哦。然後。去到 office 位，然後這裡訓導主任，伊先生伊就行出來講做咩事，伊就看我朋友面色咯，然後我朋友講伊人無好勢就，然後伊就叫伊人坐了，然後伊就start加傾我另外一個朋友無好勢講話，伊講你做咩事，然後伊就搖頭起來看伊先生。
伊讲啊，我乜都有事，我無事。哦。然後伊講，伊先生個在問伊啦。伊講，你知你到倒位哦？然後我朋友這邊喺度奇怪咯，做咩事先生問伊這個問題，你知哦？然後伊講啊，我嘛多證咯。然後伊講，這邊你會認哦，你朋友。然後阿見朋友伊就邊頭看。你講啊，伊唔是我朋友嚟，我朋友冇多證嘅，我朋友多一啲。了，我係朋友坐了邊啊，冇幾長講嘢啫喎。伊聽到伊講你翻物件啫喎，然後伊就心想講，奇咗啦，伊朋友發生咩事啫喎。然後伊講伊家己有夾一個。寫本嘢嚟經啊，伊人特登有係阿彌陀佛嘅字啊，然後伊看到你可能伊就叫伊 pocket 攞出來嘅啫哦，然後伊 try 食入我朋友嘅 pocket 嘅啫哦，然後時伊就食入了吼，我朋友嘅見我起笑咗，伊想伊哦，伊講你係咪唔夾到 pocket， 你可唔可以夾出來？伊聲病嗰陣哦，我朋友啊成日講嗰陣哦，你行去啊，然後你先生因為伊是 Christian 嘅，然後你伊度 start 祈禱咯，伊講 with the power of the Lord 咩物件，然後伊就叫我朋友你看咩對，伊講你問甲別人講咩物件點嗰陣哦。然後伊就叫伊對啊，然後 after that 我 friend 講啊，唔知做咩事咯。然後過後嘅時候，伊無對人辦了就哦。哦，你朋友你接鬼也無對人辦啊？嚇，接鬼也無對人辦了哦。然後佢日嘅時哦，我看朋友哦，請個講功夫啊，請練啊，請個咩來等。因為這邊係嘛，你想唔想得你對啊？一個這邊嘛是。你阿媽在嘅這時有對嚟哦。伊actually伊過咗一兩日有對嚟。哦。But actually 伊 actually 是學鬼入心，然後入個表見咧就，你鬼個對處咧就哦，對家字那響咧就哦，對家人伊牧師啊，來往當做法咧就。阿是都看到。做法做班了，做法 actually 伊是多另外一位做法嘅，特別好。無夠真個節，我見朋友伊轉學啊咯，伊無讀啊別學堂啊咯，因為受嚴重啊嘛，伊幾賣幫伊聽講。伊幾歲嘅啊？攏掉是？哇，我不如15-16歲了啦。查某嘛，好入讀嘅咧是查某誒。係啦，大條啊查某了咯。我講，我唔知這個事哦，伊唔敢教我講哦，因為。是我唔知講伊而家是讀緊嘅添在哦。哦，你 after that 有解有 contact 哦？無咯，伊一個轉學呢都無教我正學同教人聯絡啊咯。哦，所以呢殘掉伊啊嗬？有啊，聽講殘正久啊，對你對厝，但係只徛到厝個口等伊。我就是驚，我唔是講成個看鬼啊，看到鬼嘅物件我是驚，特別我第一驚就是人看對了路買棒嘅，就是係我是第一驚，所以我唔係時常講去看你到度有厝鬼啊，去看我是驚講人看對了路嘅買棒嘅。冇法啦，運價時對了路冇法咧啊。嗱，特別我買成日掉啲去吹啊，成講大人講得落係邦哥啊，你去大邊看啲鬼話唔假。係咯，叫我個 experience 嚟點樣學成講？不要別人不要驚啊，唔是話。你咪講係嚟電影嘅事嚟制咯。我是驚慘掉，我冇驚看到，你看我是驚一鬼啊嘛。我是叫伊對條路嘅啊！喲，一查個路，你身邊人個啦真亂個了嘅，我知。而家會對嘅，上個我一個 friend 吼，伊講伊個 colleague 啊是厝上加一電嘅起動嘅。伊講啊，伊本是上嘅啊，伊講有咧啊，有一間啊，
去越南啊，就是去hồ Chí Minh、Cambodia 你看你位圖啊，一堆對係馬來西亞在哦。個車飛機在哦，個對係我處在哦。我講我哋勁啊！I thought 唔是permanent 了大嘢有嘢咩？一個一堆啊，對係個別個國家嘅哦。我有一個親人，但是你可以告訴我。你叫咩啊？你前兩個咧告訴我，本時後面嘅對了啊？是咯，去越南唔是去多羅啊？後個鬼對了啊？哦，講下。然後伊想個有啲，伊想個 depression 咯，真無歡喜幾年咯。哦。然後But before that 冇呀 ，before that 冇 depression。我係是真歡喜嘅人誒。哦。所以伊是。被偷勢被賺嘅，了伊就去看老官講，唔知做咩事啦，了就去問一個西講咯，西講有查某鬼纏了伊。哦。但是你看到去越南啊，坐飛機對來咯，會對了對來啊，對了對來嘅咯。伊個樣嘅 frequency 上過，所以應對嚟啊。只看靠頭嘅咯，你看你哋。那殘掉嘅就驚，我就是驚咧殘掉嘅鬼。特別啊，可能越南嘅柬埔寨位是唔是因為伊人嗰邊嘅領導嘅 history 關係？安怎係咩事？伊人拍戰嘅。樣是冤鬼啊！成個係咧，樣成啊！即惡死嘅啦，鬼人很好。something like that。特別有可能本是有關係到真正，按照講係咧為真正係religious 嘅deities啊。哦，一隻冇上線嘅很好。冇上 ritual，because today 我有一個 professor 嗬。because 我見我去一個arts 嘅 conference 大 Georgetown 啦，所以我拄到伊，所以伊是做 theatre production 嘅，然後伊講每一年咧，每一檔伊有去下咧Indonesia 係咪一個叫 Jogja， 你知哦 ？Jogja， 我想不起來。Jogjakarta。應該唔是Jakarta啦，應該是叫Jogja。Jogjakarta 我冇聽過。Jogja 啊。Jogja 嚇 because 佢哋位咧actually 是真係係佢頂到嘅 Indian 係咩 Hinduism 嘅 influence 係佢 temple 嘅了啊。成個巴黎你看咧對，所以伊諗冇知道去嗰邊 because 嗰邊嘅 arts festival，especially theatre 是真正出名。真係出名了，伊諗唔是到去嗰邊是去比賽，แล้ว去參加表演咯。OK， 所以伊諗 preparation 去嗰邊先係好笑嘅咯。伊諗去嗰邊，特別係嘅兩個 sets 啊、costumes 啊，แล้ว of course 伊諗係 rehearsal before 去嗰邊嘛。One more thing 最重要，伊諗去嗰邊，伊諗愛注意到，即係應該是愛注意鬼嘅物件咯。佢哋 prepare 咧，可能 prepare for 啲鬼啊。because 聽到伊着鬼數，伊 professor 講certain parts 啦 ，during 伊人嘅 theatre performance 時哦，真係怪物嘅發生嘅。伊人唔是講是鬼，伊人講是 jinn。哦 ，jinn 是鬼驚啊，jinn 應該是應該是係咧阿拉丁 and jinn 係咧物件講啦。genie 啊，genie 嚇 genie 對。但伊人誒 Muslim 嘅 belief 是講人咧，我人 human 啦 ，OK， 寫出來是咧 together is either 有 human 加 jinn 嘅existence 白咩？so 伊人只一個裡面嘅發生 ，because 伊人冇知道during rehearsal 時候，伊人最重要是講 before show 特別愛 make sure 加了equipments in working order 嘛。Okay, because theatre 嚟講，是 let's say 你樓頂嘅物件係 mechanical 嘅物件哦，你冇小心做伊架樓上面哦，伊只是 injury 是真 serious 嘅，所以有一刀伊人幾拿刀 around 正刀咯嗬，紅險係你嚟頂吧樓頂嘅嗬，係你
應該落來，特別一 jam 掉洞。哎呦 jam 咩？我自己轉嘅啫。你喺度驚，唔知做咩數，行起我哋講啲數會發生嘅喎。แล้ว另外一道是伊人伊係你 musical instruments 啊。OK，伊人插掉係你 monitor 咯。OK，speaker monitor 啦。OK，伊人拍，應該是對了伊樣係你 instruments 嘅聲走出來嘛，係 speaker。OK。紅險我一拍紅險有一 speaker 走出來把你聲咗，把你聲呜安尼款嘅哦。แล้ว人本到車橋，其實安尼款 instrument 咧，就是安尼款咯。แล้ว個你唔是成日調住班係咪咪嘅？一樣個帶是人 performance 是咪是有那一部 publicly 擺本好樣有啥？樣去擺嘛？伊人是袂使 public 擺咯，是 it's just 成日我人Chinese theatre 嗬，normally 特調會插香聲拜聲，成日something like a stage got 安尼款啦，去 make sure everything to be smooth and steady 嘛。特別即嚟講是伊人是四百香嘅，伊人已經是真正香。Every year sure something or at least something will happen 嘅。安尼款咯。講到作家真係潮州人。OK，那是美丹是福建人嘅嗬，作家就是潮州人。OK， 我咪小蛋啊。咪小蛋7號個名啊？冇啦，當然嗰陣佢嚟啊，佢嚟寫喺 notes 或者佢自己嚟講講，佢自己是未必到啲本來佢落啊。Kawan internet connection problem. Tapi ia 7號嘅聲個 OK 啊，像你是講係你同埋你查某甲一隻，查某甲歡喜嘅大部分冇好事。แล้วก็特別嘉賓個有獨立頭咯，俾佢聽獨立頭 podcast。แล้วก็7號今時啊。ก็ติดแอมปีนะก็อาหารนะบายบาย 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เจ้าขี้ได้好啲咯แล้วก็กะหล่ำปูให้ติดแล้วอะไรไป再見啦แล้ว接嚟อะไร topic 嘅事一個對嚟啊新嘅 topic 嘅事我個你看你好獨立聽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嗱當聽到這 episode 時我已經到啲背到啲變靚對嚟啊頂背到對嚟比較下次食青嘅時啊當然有人會好啊你快過嚟再見拜拜拜拜